我個屬猴嘅朋友仔知道我今日嚟回訪問卡卡師傅，佢就託我問下猴年嘅運程如何喎。好啊，不過又想問你，你係兵嚟㗎，男定女嚟㗎？女仔嚟嘅。啊，咁我又係錯咗添。好啦，咁其實有分別嘅，因為男同女都有啲分別嘅。咁啊，屬猴咧，其實咧都係屬於叫黑太歲，係啦。咁啊坊間有第二啲嗌法，咁我特登咧就將佢轉咗，有佢嗰個深度嘅記憶啦。咁總括嚟講咧，同太歲有關嘅生肖咧，運程啊，咁佢都會係比較弱嘅。咁啊，總體嚟講咧，65分嘅啫。點解咧？屬猴咧，其實佢係屬於屬金嘅生肖，咁火咧就克金嘅。咁克金咧就形成咗叫做火煉真金嘅局面。係啦，哇，聽住好深喎咁講。嗱，咁但係咧，亦都會有其他我哋唔同嘅計法啦。咁紫微斗數裏邊咧，亦都有驛馬。驛馬你知唔知係咩嚟㗎？聽得多唔知啊，驛馬即係會喐動嘅，係啦，會走嘅星啦，即係會比較頻密咯。咁所以咧，佢亦都咧會有一個黑星咧叫天狗。天狗係其實會即係好似喺個天上面會有一啲比較惡形惡相嘅感覺咧，去入嚟會令到佢有意外嘅。咁如果男同女之間咧都有分別，因為有陰陽之間啊嘛。咁如果女仔咧嗰個影響性係冇咁大嘅，但係男性嘅影響性就會大嘅。咁因為佢有天狗升入嚟咧，好多時咧都男人揸車，當然你都要睇下嗰個人嘅個性啦、本命啦。咁基本上男性個陽性咧會比較強嘅，揸車會特別衝動。咁因此如果男性係屬猴嘅話咧，咁佢喺嗰個嘅意外特別要多加注意咯。咁而女性嘅朋友就係叫佢唔好咁衝動上網。突然間可能睇下直播平台唔小心買咗啲唔應該買嘅嘢啊，就會破咗比較大嘅財咯。係啦，咁啊事業方面啦，因為咧各樣嘅都唔係太過合格，工作壓力好大。